啊，生人都要破地獄㗎，生人都好多地獄。大家好，我係破地獄嘅導演同埋編劇陳敏兒。咁啊，感謝中美組委會嘅肯定啦，咁啊頒咗呢一個第21屆中美電影節年度最佳編劇嘅獎咧，俾破地獄啦。咁即係俾咗我同埋我哋另外一個編劇謝偉基先生啦。咁啊，我哋都好感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希望破地獄可以大家睇完嘅時候，咁啊會有一個更好嘅人生啦。咁啊，大家可以去繼續支持我哋香港嘅電影啦，咁啊希望我哋有機會親自下次嚟到呢一個帶住我哋嘅作品咧嚟到呢一個中美電影節，咁啊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咁啊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嘅一天，多謝大家。